將要喺間清下車，如果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有個救護點 set 咗2台2架，以協助乘客。其他乘客請留意啦，入站嘅列車係唔會載客㗎啦。前往九龍嘅乘客請使用屯馬線經鑽石山站轉車，前往港島嘅乘客請使用屯馬線經紅磡站轉車。乘客請留意，由於由進入路軌範圍東鐵線九龍塘站附近列車暫停服務，乘客如需前往九龍方向跑往3號月台轉乘屯馬線，不便之處敬請留意。这辆车能坐吗？大家留意，呢班係唔載客嘅列車，唔需要。